好，我们要向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，还有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来讲有关念佛法门，尤其是他力念佛。善导大师、印光大师一再的提醒我们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原因是因为念佛法门是靠佛力，我们一般的修行是靠智力。那你想，智力跟佛力怎么拿来比较呢？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概念。什么叫做他力念佛？就是你不需要担忧你自己本身的善跟恶，不顾自身之善恶，唯独念佛的时候就想说我决定往生，决定往生。有这一种想法的人，我们叫做他力念佛。念佛的修行人呢，是一点一滴、一丝一毫的善事你都未曾做过，但是只要你自诚念佛，是决定可以往生的。不在乎你的罪重不重，只在乎你信不信。愿意念佛的人呢，人人都可以往生，因为佛是要救度念佛的人。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很清楚，要有这一种正确的知见。我们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算再有其他任何殊胜的修行，也都没有办法胜过念佛这一个法门。是什么道理呢？是因为念佛才是阿弥陀佛的根本誓愿。阿弥陀佛发愿说，你称念我的名号，我就度你。这是佛亲口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一定要很认真的来学习。这一点呢，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说，释迦如来啊，他以很深重的慈悲心同情我们三界轮回的苦海众生，因为无法处理生死，所以他倒驾慈航啊，乘愿再来宣扬正法，要拯救一切众生，同时要施以众生最真实的利益。所谓最真实利益是什么呢？唯有念佛法门才能达成这个神圣的使命。因为阿弥陀佛的第11愿是众生一旦到了西方，终究必定成佛，永不退转，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利益了。所以我们想往生西方，是非念佛不可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根本誓愿。因此我们知道念佛就是往生西方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方便，而且最快速的途径。这一点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了，因为它是靠佛力。坡州三昧经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，当时有一个把头和菩萨在这个国土当中听说有阿弥陀佛，于是由于他一心的念佛，后来也见到了阿弥陀佛。他见到阿弥陀佛之后，他就请问佛说，要修什么方法才能到西方净土呢？阿弥陀佛就告诉了把头和菩萨说，你想要往生到我的国土，你就经常念我的名字，不可以休息，不要懈怠，你自然就能升到我的国土来。他一听恍然大悟啊，对的对的，我就一心投靠阿弥陀佛的名号。一个菩萨也是持续不断、精进不懈的一直念佛。在安乐集里面有记载，有一位菩萨就说了，我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遇到了恶之事啊，受他的影响，结果犯下了毁谤佛法的大罪，我堕在恶道之中，经过无量劫啊。虽然我修其他很多法门，但都是出不了生死。后来有一次，我跟随了一位善知识呢，他教我一向专称弥陀佛名，于是将我自身的一切罪障全部清除了，而获得了解脱。由于有这么大的利益，所以我发愿永远不离开念佛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经典这么清楚的记载，念佛对众生的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。我们呢，非常感恩阿弥陀佛。印光大师也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会超胜一切法门者，是在藏佛力。
就是念佛法门是仰仗着佛力，其余所有的一切法门皆仗自力，没有办法跟佛力并论了。这个是修净土法门最重要的一关了。我们念佛要有正确的概念，因为知道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有另外一个称呼了，叫做无碍光佛，没有任何障碍。不管你什么对象，不管你在什么地点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只要你佛号从口中一出，佛光就普照。弥陀呢，他的愿力自然来接引，所以他叫做无碍光佛。你的烦恼没有办法障碍，你的业障没办法障碍。这个人呢，愚痴很庸俗，但是没办法障碍，所以他另外一个名字，我们听了以后满心的欢喜，众生都有希望，因为叫做无碍光佛。但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在哪里？就是不了解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叫做无碍光佛，因为我们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就没有任何障碍的。你在任何个国家念佛没有障碍，你阻挡不了阿弥陀佛救度。你过去是一个大坏蛋、忤逆十恶的大恶人，没办法障碍阿弥陀佛救你的事实。阿弥陀佛是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只要你肯相信、愿意念佛，阿弥陀佛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。所以简单的几个观念，让我们念佛的人必须要把它建立起来，在往后念佛当中启发信心，建立信心，这样各个都能成就。我们要恭喜所有世界各地念佛的莲友们，你们一定要能够接受、相信，这是诸佛菩萨，而且是祖师大德非常诚恳、很恳切、非常真诚的心一再的来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信受奉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